咪以為可持續發展唔關你事啊，其實佢可以令到你揾到更加多嘅商機，令你嘅業務行得更加遠。等我話你知點樣將一個產品變成一個品牌。其實市場開拓都唔一定要行到好遠嘅，就算鄰近嘅地區都有好多好有潛力嘅商機嘅。做唔做數碼轉型呢？可能係佢生存與否嘅關鍵。香港個廠商唔單止係要睇佢嘅生產線嘅轉移，而係生產線供應鏈嘅轉移。開始 T-Box Program 嘅時候，希望有一個計劃係俾香港中小企免費實現佢自己升級轉型目標嘅。T-Box 會幫中小企聯繫專家，提供諮詢服務，亦都可以參加一啲工作坊，令到你更加了解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。其實政府有好多唔同嘅計劃，資助好多中小企。T-Box 亦都可以幫到你去將你申請嘅流程咧簡化。我哋貿發局全球啲同事都係好 ready 免費去幫我哋香港中小企。佢哋得到呢啲幫助咧，佢哋其實係好感激貿發局嘅。助你升級轉型，突破界限。